你认为她是陈皇后吗？我又不是那个朝代的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不是？古代的防腐技术是如此发达，只是什么？脸部好像被毁容了，难以辨认。不过，我已经找了人体的骨骼专家，利用计算机恢复容貌。我一直在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，我怀疑这具女尸应该是当时的陈皇后。所以，请你来，想利用你的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帮我辨认一下身份。啊。柳欢，柳欢，哦，你觉得她是不是陈皇后？她不是大明星芬妮吗？哎，你说的也倒是啊，她和芬妮长得有点相像。不过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吗？我又不是那个朝代的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不是？妙芝，我的皇后，你真的已经死了。峰峰说的没错，芬妮只是长得像你的一个现代人而已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峰峰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喂，春女人，我又接到戏了，电影《少林寺》里的皇帝。哦，恭喜你啊！哎，他们给我钱了，那我现在就到医院去。哎，你别去医院了，快回家吧。不用去医院了。我出院了，不需要别人照顾了，快回家吧。啊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家。峰峰，
新的出租屋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搬走的吗？你在哪儿？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好不好？你告诉我，峰峰，你在哪儿？我真的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还是会把你当做朋友的。峰峰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，我不会再强迫你做我的女人，我只是想好好照顾你。告诉我好不好？喂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峰峰，这辈子你注定是我的女人，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回来。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开门呐！小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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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吗？小峰，李欢，小峰在哪儿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威胁他了？小峰到底怎么样了？小峰是你叫的吗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是小三，第三者。快点告诉我，告诉我小峰在哪儿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峰峰不会离开我。我要杀了你！你杀我？1000年前你就把我给杀了，现在你还要杀我？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！我绝不会让你再杀我！你居然记着1000年前的事情，你根本不是叶家，你是佳音！究竟在哪儿？你是不是把他给杀了？对，我不但把他杀了，我还要杀死你这个不守清规戒律的淫僧！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？李欢，
桌子上吃的了吗？我正在吃呢。还是你最好，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哼，那必须的。哎，汤喝了吗？都已经喝完了。哦，多喝点对身体有好处。我知道啦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好像有电话进来了。哦，那我在线等，你快点啊。猪猪，你说吧，没事了。那么快，你都没接吧？什么人啊？无关紧要的人。是那个李欢吧？他还有脸打给你啊？哎呀，不是他。那是谁啊？喂，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哎，难道是那个天才博士叶佳？哎呀，冯冯，你别不吭声啊！别说了，说点别的吧。为什么不说啊？你那天一直念叨叶佳，叶佳，我已经觉得很不对劲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再提他俩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我呢，要是下班早的话，我就过来看你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叶博士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遇到一个人发生点争执。打架了？报警没有啊？刘强，我没事。哎，对了，有位小姐在找你呢。她在哪儿呢？在外面呢。你就是叶佳？这位小姐，你是？我是猪猪，我是冯冯的闺蜜。那你能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吗？猪，小冯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我没事，就是关窗帘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。我还要工作呢，就不陪你聊天了。你回去吧。哎，我来找你不是跟你聊天的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我以为你……我知道你工作忙，回去吧。你也看见了，我没什么事。小凤，我之所以前几天没有给你打电话，是因为我想静一静。因为你和李欢的关系吧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就好像我跟你也没有关系。小凤，叶佳，该死的叶佳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你不是我的家业，你不喜欢我，要不怎么这样就走了呢？你会不会再来敲门啊？
我先扶你进去。那天我摔伤了，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我还以为自那天以后你就不理我了呢，所以我就决定也不理你了。小凤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跟李欢打完架以后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你和李欢住在一起，我心里感觉很不舒服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。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实验室晕倒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才看到你打的电话，我就感觉到你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。但是当我再给你打过去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就已经关机了，我心里感到很不安。这2天我也特别着急，我以为你被李欢害了。小凤，我有一套别墅，现在基本空着，没有人住。你搬过去和我一起住吧，这样我照顾你也方便。不用了吧，我马上就快好了。那也不能没有人照顾你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先坐这好好休息，我去帮你收拾东西。夏夜，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语气，这样的神态。夏夜，我的夏夜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你，我就一点免疫力也没有？少爷，给我吧。你帮我拿一下。我抱你吧。我能走？哎，快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啊！好，慢点啊。哎，王伯，给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慢点。哇，你的奖章和奖状比我的还多呢！你好厉害啊！你从火星来的吧？我不是从火星来的，我是妖怪。走，快去那边坐着，我扶着你来。慢点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青石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
回忆独自伤悲。不能乱扔垃圾，垃圾应该扔进垃圾桶。你心里究竟爱谁？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。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喜欢这件啊？小姐，你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期的新款。你好，多少钱啊？28000元。走吧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。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先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我要买这条裙子。先生，这里是时装店，不是饭店，您记错地方了吧？你居然敢跟朕这么说话，不怕朕诛你九族吗？先生，麻烦您出去好吗？不要妨碍我们做生意好吗？麻烦您出去好吗？老子不发威，你当老子是孙子？朕是皇上，有的是银子。怎么回事？经理他胡言乱语的。我要买这条裙子，给他包起来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就你自己吗？三弟，啊，三弟，大哥，我带你回家吧，啊。芳芳，是不是我哥又惹你生气了？他这个人，一副人样，禽兽不如，还不如我呢。我只泡单身，不搞人妻呀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既然人家心里没有你，你这又何苦呢？你帅得这样没节操，还怕没有女人吗？好，我带你回家啊。